一阵阵秋风。几张纸，一支笔，把随口哼唱的零碎字句画成一个故事，一首词。他是关灵芝。最近1、2年才开始的兴趣，没想到成就了台湾音乐新浪潮客语爵士专辑。莫变重重，又拜给你。因为在无意间，关灵芝听到了这首客家歌《求拜给你》，歌词里面描述的是客家女人追逐梦想的故事，也让她想起了妈妈。那个时候文盲很多嘛，所以我母亲已经是在糖厂当会计了，10几岁的时候。那可是因为很爱看人家演戏，就留书给我外公，就说他要跟人家去演戏，就走了。所以我就很想说，哇，这么妙！那我是要把这个歌一定要唱这首歌来给我妈妈听，我想讨她的开心，而且我也觉得用母亲听得懂的语言唱自己喜爱的爵士乐，这样的客家歌你一定没听过。哒哒当，咚吧哒当，咚哒哒当，咚贝摇，沙嘟嘟嘟嘟的沙嘟嘟嘟嘟的沙嘟嘟嘟的谁？天公啊，流水哟。阿妹呀，带到草木来到行水边。30年来，每天华灯初上，关灵芝就以这动人的嗓音粉墨登场。台湾 pub 界没有人没听过关灵芝，关姐的封号不胫而走。可是当 pub 天后决定把最喜爱的爵士乐和母语结合，除了勇气，最现实面的就是需要资金。一张专辑的诞生，也让他立刻负债150万。录音室的费用、乐手费用、编曲的费用，然后等等等等这些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既然是要给我妈妈的，那我要给她呈现最好的状况。扛着经济压力，也要为母亲而唱。这或许天上的妈妈真的听到了，让关灵芝拿下金曲奖，也让51岁的她人生至此又开启了新的一页。爵士的节奏随着脉搏跳动，妈妈的母语融入血液流转，再用心填词，用爱谱曲，驻足聆听，关灵芝吟唱出我的感动时刻。